议员李启伟、蔡小薇、朱正轩、李宗麟、余柱清18日伫议会召开记者会，提市府将台湾第一位老美的博士林木生受难日3月10号定为台南市的台湾教师节，希望让更侪国人清楚了解台湾的历史。林木生算阮咱台湾人第一个这留美摕到安尼德学的一个博士佮加上伊转来台湾咧服务的时阵拢长久伫咧咱台湾的教育界这阮真济安尼受发上佮真济安尼推动安尼教育理念的一个方面这真正拢真受到咱台湾人的一个敬重佮尊敬。过去嘛经历过日白事件来牺牲，那当然。庄教授嘛有交代小薇阮伫咱即马现主时看的迄个监理站的立体停车场，未来咱嘛会甲即个林森路的图书馆来改做林木生图书馆，来做即个纪念以外，除了是纪念伊即个人，嘛纪念即个精神。其实真侪台湾人到即马嘛拢毋知，比如讲汤德章律师。唐德忠律师，伊的即个故事嘛是即几年来大家开始讨论以后，普遍呢变做咱台湾人共同知影的一件代志。咱林木生博士即个伊受到的即寡迫害，也是讲伊过去对着咱台湾教育的贡献，嘛是爱透过咱即个台湾教师节来成立。以后呢，咱相关的一寡政府的部门爱来做一寡推广，互即个代志当互更较侪台湾人知影。除了咱的民间团体不断的咧推广这个故事、台湾的故事以外，咱会当透过咱311台湾教师节安尼的日子的建立，来互咱台湾的社会咱台南的社会先记住即段日子，还有即个人物的故事。刷来了后，咱将咱台湾遮个本土的故事不断的推送出来了后，才有可能将咱过去的即个中国意识慢慢甲转变成咱台湾主体性的即个建立啦。一生拢是重视教育，伫中营中学教育，伫咱新台马街呢，伊嘛是咱成功大学拄开始的时阵，咱1931年成立的时阵，拄开始拢是日本教授，伊是第一个台湾人的教授啦，伊伫成大嘛教足久伊博士论嘛，即摆嘛收藏伫咱成大博物馆的所以伊会使讲对台南，也是讲对台湾，拢有非常大的贡献。为咱台南市开始我相信这是真好、真有纪念性真值得咱肯定的一件代志咱311来定做台南市的即个台湾教师节。教育局表示，对着议员的建议，后续将依规定函请民政局转呈内政部研究处理。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